紧呢，这个以笋丝来说，这已经变笋条了吧？哎，4件斗六，哎，听啊，哎，四件斗六，你美黑，大笋呢哦，对，你美黑干嘛在打扮啊？泰国好生太起煮的马盖料理，唔敢咸啦，其实咸都冇好食的啦。不敢咸哦，你请运动模式。何方人大哥，你吃豆嘞？我觉得他们比较好。哦，哎呦，竹笋炒肉丝来一盘。大概也说比较好吃哎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还有所有现场嘅兄弟妹友，大家好。我要苏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我係中白橋。今日呢又來到呢道味，來到三萬亞味。三萬亞呢，除了有多好食的亞豆水果以外啊，水梨。對，水梨嘅，還有幾多。不過今日來到亞嘅蔬菜呢，其實你來家時間有看到，諾貝有下一個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，還有一堆蓮花，哎呦，就底下道味就係蓮草薑。哎呦，你睇蓮草薑吼，其實有牡丹香絲就有灌進娘婷婷哦。真的哦。哎呦，因為呢一片蔬菜係客家人的寶地，所以就聽外語誒三乾台梯，還有耳明拉美多利亞哦，最厲害嘅還有2位很厲害的師傅也到了。他也是坐鎮在這裡的神，是不是？怪怪的。好，3點好耐呢，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來分享到藝片呢黑暗力嘅謝林師傅，哎，你煮好，按照我分到咧。還有哦，凍球我沒摸看到嘅吼，係喺我左邊這位，哎呦，安然到哦，陸準備陸師傅。哦，等一下吼，陸師傅喊我菜上一下吼，等一下打開落去嘛該食菜咯。哇，我最愛吃的竹筍呢。竹筍哎，對。還有倆係嘛該？蔥、辣椒、蒜條，哎呦，喂，仲嘛嘅咧？炒筍啊，竹筍哦，炒竹筍啊，哎呦，很明顯啦，因為有可能係用滷的嗎？滷的。那為什麼要辣椒呢？沒做得啦。哎，好食辣啦。哦，沒做得咯，有可能哦。不過今年我主聽嘅料理是係辣炒筍絲。辣炒也嘅竹筍絲吼。好。要懂對時，拄好都較米解嘞，竹筍較米解嘞哈，所以我們把握竹筍最杯米嘅時間，好好來品嘗它的鮮味。3號人呢來分享到3版要到畢業產水炸，哎，我這一組真的很厲害哦，怎麼可以？那2秒的時間，真的覺得說哦，真的是何方人呢？對，都要到畢業分享的是何方人泰國老牛義記分享。哎呦，真係何方人呢？對，何方人啊？完全不去講到嘅，唔過唔怕，咱最近哦，未發讓到吼，何方神聖，哎呦，梁山嘅表姐妹哦，女手妹佬王玉潤來咯，發讓呢個，哎呦，梁山安這樣嘅姊妹哦，感情好誒，哎，木主動槍，係啊，哎，不過泰國係牛義記係客家人，係啊，何方人泰國你是閩南人嗎？我漢字，唐誒是客家話冇？糖一點啲咧，糖一點點咧。平常有都會做料理嗎？有在做菜嗎？煮兩層。有煮兩，一年有做兩，那 OK 啦。咁今日要比賽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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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其實哦，我講起台吼，何方人何大哥今日做在打頭名哦，因為我哋節目吼就可以打出何方人得勝利這樣。對，何方人係馬莎咧，何方人，其實就是何大哥。就是何大哥，對。唔過我哋吼兩姊妹吼，咪當厲害哦。你兩曬係到家政班係到馬個蔬菜肉煮菜吼。農會有家政班吼，常常大概3個月，至少3個月都有做料理呀，嘿，會辦會做料理，還有美食比賽呀。哦，今年哦，我看到佢準備嘅食材哦，那我都有給竹筍之外，還有好多其他的東西哦。現在大家都來車拼的，我們就給他一個主題，跟住給我老嘅發啊，全部中嘅東西全部帶過來，變成擺盤。哎呦，真勁動厲害哦！越擺越浮誇。你兩三吼，今年馬上煮到會煮誒。
姐姐，姐姐为主，有信心嗎？有好，馬上我哋看體育講嘅比賽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的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，算來係亞木卡嘅較上癮，也係亞木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木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你們要告馬該嗎？我玩什麼遊戲呢？我真經唔想會笑。好，今天呢，因為大姐們她們有先練習，都不開有先練習，大概幾個 Q， 韓國已經 Q 誒幾隻禮拜啊，但名字都不開呀 ，Q 幾 Q 啊呢？哎呦，等下圍繞馬莎先來。來撈小雨呀。小雨，那我就撈大雨咯，哈。好，因為你很水啊，大禹治水啊。哎呦，你就繼續再硬一點。好，本節目的硬凹王，你已經慢慢的被套上。硬凹王，對。好，等一下馬上來開始了哦。總得數哦。你用啥會先讓改先做必本？因為先看主持人，還有先挑戰小雨。好啊，先看一下。好，先看我。好 ，OK。主持人，好 ，OK。好，冇問題哈。剪刀石頭布，你再轉一次你就輸哦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你看我真的輸了。好，幾個 Q， 幾個，該你啊，該你。幾個 Q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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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我贏了。唔怕，手妹姐，讓轉來好冇？好，OK， 好，來，哦，剪刀石頭往前面一點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哦，係樣咧。好，以前先開始哦。幾個 Q， 你讓嘞，很好，太厲害了。哎呦，讓而且我們剛才還這樣哎幾個 Q， 馬莎葉，哦。那我們就我對他。手妹姐咯，來老幾。民主姐，好好冇？唔怕唔怕。好啊，好，而家1比1咯，1比1咯。唔好降機哦，唔好降機哦。唔好。今天有一點沒裝電池。我總天子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好，感謝哦。好，預備，幾個 Q。謝謝啦。那這樣我們贏了。很強呢，真的。總都上來。好，大家好。隨住來進行比賽，都廿幾片先來開始哦。哎，會不會你拔完就只剩下一口？唔會啦。哦，這樣對嗎？做得啦，有練習咯，有練習，有練習咯。有你時間咪好，到做得試咯。下，係。用盤你啦。會嗎？時間到咧，沒關係。因為有口感嗎？熟哦，哦。熟哦，成嘢哦。你確定？擺好來，擺好來吼。沒關係的。按用擺吼。手妹真不應該切住。哎呦，冇時間。時間到啦。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哎呦，完全爛炒。講真嘅呢，這個以筍絲來說，這已經變筍條了吧？哎，時間到了。哎，停啊！時間到了。這個真的不會太粗嗎？我說真的，會有吼。等一下轉來加工我們會加工，乾兩條啊，乾我們兩條。會加工這。2條我時間很好學，很好觸點啦對哈。但是是他們要得分誒。對吼，唔嘛，等一下轉來哦，因為誒，我哋會扣2分鐘哦。對啊，哎呦，我哋會暫停咧哦。對，你讓他先停好了，我先過你哦。好，OK。加油！哎呦，你切個竹筍哦，按定影寫咧哦，很像戰鬥陀螺呢。不是我，因為我有10個鼓手切起來，看冇按硬長哎。哦。對。所以兩套料理日天會先10個係冇？有10個，那冇10個，當做的，冇10個下添嘛。 30秒哦，30秒。這樣可以。夾夾哦。可以，然後切我是切菱形的。20秒了，20秒了。對切嘿，然後再對切，按呢？哎，然後再斜，就是好切，OK，嘿小心哦。哎，對對， 9、可是他去做筍絲哎，是嗎6？它是辣炒竹筍啊。 4、煮筍絲吧， 3、6、筍絲哦。 1，
西剑斗。也会超顺行，你要不要再思考一下？好。等下你这个先给博先生吃。哎，等下准备哦。对，然后有美乃滋吗？我给你一点建议，Vicky 还讲，炒做顺席，形状不一样的话，来讲他个。你看，第六个免清，他们的表情有魔，对，存在细节里。做出来的菜色吼，一定会有名的让名的强壮啊！哎，好来，加油！做得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准备好。计时1分钟，唱开始。你先去腌那个。我切这个了，你去腌啊。我假时紧紧记得是切的安用。要什么？会有什么口感上面差别吗？木杖。你要什么？丁状还没走的啦。酒跟盐转的。哦，因为先做嘛该。有录烟嘛？有显卢厉害。哦。要不要出来一点给我们大哥、摄影大哥看一下？那个全部看都是何方人在做。这么好的手艺，太高。抖音不用顺条。8、7、6、5、不是一个人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，做得开始了哦。继续做。好，那你们继续做，我们过去看看他们开始做了哈。你咪係打順了哦，你咪係加盤咧打飯啊！泰國後生睇似做嘅物嘅料理，唔敢鹹啦，佢鹹都冇好食嘅啦。真的。因為睇似本身係做馬條路嘅啊。係啊，係啊。加怪的土筍呢？哦，土筍呢最好嘅條路，含饴弄孫的工作。對啊，當手弄幾多咧，一眼神哦，當挑皮，當有想法的哈。對啊，他很有想法的。切的姜媽絲切到凍油哦。真的，切到凍好。因為打白圈煮不順了寫的。你咪係打順了哦，你咪係加盤咧打飯啊！好，我們過去看看嘍。你甜甜的走。好，加油哦哈！又香哇，會實踐了哦。先蓋皮哦。對啊，OP 我當翻面。好。跳下蓋頭記得會上一隻就切，後了到係見過，等下才會切咯。對，當有想法了吼。啊，用係咪還好會酥脆啊？佢安尼煎的話吼，料地都的肉汁熟很哈。哦。對，因為它用乾煎嘛。嘿，中間。怕啦。我們的何方人大哥，聽聽呢，人家講嘅天龍咩會先給飯條，而係安樣。天肉本身沒會切菜，你看切的真的是跟電腦切的一樣哎。對啊，強榮太細啊。哦，全強榮太細了哦。真的，搞天肉好厲害哦吼。我們過去看看咯，加油哦吼，注意火候哦。好。你咪會撈成順了強下讀書哦。沒回來哈，老師分作業、檢查作業那些這樣。哎呦，咩卡足少講？哎呦，你讓我點愛卡足少的喏。因為你在做竹筍炒肉絲。哎，跟你講，哎唔同花干啊，就講那是竹筍炒肉絲，哎，是竹筍的嘛。上炒去挑米毛，才有睇毛講水曬白。所以不是先捅過安用。可是。按用上炒會發，像我改下時間。對，冇會腐誒。唔會腐。不會腐嗎？分竹筍啊，分竹筍唔係啦。六種筍。係六種筍。你冇爽奶。每種筍啊冇。咩，你冇爽出奶啊。條件冇長長嘅。冇長長嘅，嘿，你吸竹筍，透當飽滿嘅，中間幾條，你皮皮嘅，皮嘟嘟嘅，帶下皮皮嘅。嫩嫩的就唔會腐。好，今日你過嚟看咯。好。泰國好食太子煮嘅物嘅料理。佢唔敢鹹啦，佢鹹都冇好食嘅啦。真的。你比較喜歡吃太太做哪一道料理嗎？這個是。哇。都喜歡呢。哎呀。因為他炒的我都覺得好好吃哦。凍好嘅肥蛋咯，用好食。他的表情是帶着恐懼。要是肥蛋唔好吼，轉到波下會食嘅竹筍炒肉絲啊。對呀，就真的要吃竹筍炒肉絲，辣炒的。對，一定會辣。對。
哦，爱滴嘞。其实会咸哦，都不好吃的啦。杏鲍菇是不是会出水？会。对对对。可是我这也要焖啊。好啊，我们等一下回来后，你们先继续做喽。谢谢。谢谢。哎，用盖用唔会落吼。鸡肉比较不会老。盖比好，我们过去。好。佢可能当好食雞肉，唔好食豬肉。哇！哎呦，看起來差唔多咯。咁唔使竹筍，唔會冰嘛？該東西攏去散嘛？什竹筍啊？係。我暫時都按槍殺。槍殺喎？係。係你轉去哈？唔做冰記了嘅米呀？米啊！真的。殺竹筍，佢食起來口感冇同樣。香米嗎？對，香米，但米辣嘅竹筍最好誒。真的。哦，學到了。咁搭中竹筍煮做得安尼嗎？錯。唔過貴竹筍會焗較焗，你係仲喺刮殼去殺，不用一啲啲米落去，對，會較甜。你煮熟嘅竹筍就好誒。係錯。學到了。讓水煮，讓水煮，讓水不怕煮。好。我想好肉。好嘞啊！那我們要趕快過去哦。好，關掉。好，走得。哦，看起來很澎湃哈，感覺該口就上色，哎呦！你看看我們的檸檬，自然的。涼蛋強是就白盤婷婷哦。你要不要用要抬點一點？抬點一點。我不要那麼多，哦，完了要吃竹筍炒肉絲了。哎呦！節哀。因為我家有種檸檬。哇！這是昨天剛摘的。哎呦！對呀。你看這個辣椒也是我種的，只要吃帶自己來的都會加分的啦。他現在都會食干，上到兩件事情，冇當然要不用到頭前半日就看。啊，你自家種你自家種係你種還係何大哥種？愛種，馬上照顧。梁山英協力，他用嘴巴種，他用手種。何大哥也服的呀。對，鬼奶呀。好了，走了。倒數嘞。 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大家隨出來試試看下兩罐底度，哪部卡米西較好食呢？好，一個辣炒竹筍絲呢，一個非常家常嘅家常料理，你下呢就來試下兩部卡嘅米湯，這個要片先嚟開始試試。哎呀，就现在是菜冻香，杏鲍菇会吸那个肉汁跟竹笋的甜味。还冇学到杏鲍菇呢。而且隔壁给它有比较高，给肉汁锁住，然后椰时间还是非常湿润的，所以我的湿润度是非常够了的。很好吃，太敢吃到嘞。我冇学过吼，我冇学过顺势做咧炒芥肉咧哦。我喊烟本吼，烟尾个芥肉炒吼，炒到最尾哦会。 肉就老，哎呦，我完全唔會哦，它完全因為竹筍哦係脆脆嘅，芥肉很軟嘅，它的口感很有層次。真嘅，你有兩啥感覺咧？哎呦，是按強力哦。係叫竹筍凍甜，竹筍凍甜哈，竹筍凍脆，凍甜，真有人接咧。对呀，它竹筍很脆，脆，它有放一点酱油，然后有酱香味，很厲害，真嘅，吃到我們的精華了。 哦，謝謝。有滿意嗎？何方人大哥？滿意。滿意，10分滿意。帶着恐懼的表情。好，來分色膽水看呐。好。你要當成跟人家都有辣啦，啊，那用白木辣，甜分有锁在裡面，甜度。應該係用細辣椒去炒起來好辣。因為小雨覺得呢？我覺得它有辣。因為裡面買了個唔食辣。哦，所以係很體貼，係會慢慢地會冰。對，看不完的。可以適量飲熟嘞。為了老公，這樣你懂了嗎？哎呦，對，真的。你看何大哥又露出一個害怕的笑容。好。
紧张的时间都会，必须说等下出真赢各家有各家调整的米头先动哦。后学哦。真的哦，哈，莫臭给莫烂咯，给他老公莫生烂，因为他是爱在里面。对对要，把爱放在最后拉票一下。对，好，加油！那时间呢，先唱刘师傅唱本书。陆师傅抢笨熟。耶！他选择爱，站在爱的这一边。对，刘师傅先公平一下。我做嘛我本了吹无样点哦，因为辣炒笋丝主要有辣啦，嘿，主要有辣含油加个竹笋啊哈，对，因为味道来讲还是这个辣炒笋丝这边的味道比较够味，记得些许差距啊。唔六项，记得香港中项的哦，点拍中项的哦，唔袂哦。竹笋你要用烫一滴滴咧，加一滴滴咧就下。谢谢。陆师傅咧，哎呀，应该师傅老太太甲先讲，我有清个香味嘛，叫一道又用一啲调油啦，所以佢调油香味，所以应该就在清两片个香味样嘅，所以我本两片吼合过分一让啦，好中意呢道样嘅。是，其实呢，评审在讲评的时候点出了各方的优点，而且啊继续保持下去，因为让他呢一毕业，等下小可休息一下过后呢，先来看一下今日卢师傅按照无来的带来乜嘅4个料理要搞大家咧。总谱素卤菜。好，按照无来到节目当中的卢师傅今日带来4个料理係乜嘅咧？今日教大家甲做个破的个辣笋边线。哦，边线酥馄饨，辣笋偏心。你話佢哋做嘅辣筍絲嘛，嚇，應該用筍絲做出冇強濃嘅風法啦。佢哋其實像喺講要當流行在講做咧泡菜口味水餃啊、馄饨啊嗰啲嘅感覺，佢應該用竹筍，或者有啦竹筍切絲嘅，嗰啲係切絲嘅啊，係。好，還有嘅高腰。哦，還有香菜啊，有卵啊，好辣，我今日係用啲豆瓣醬，辣豆瓣醬，好辣豆瓣醬。看到給今日帶來擺盤來，我請那個大姐玉雲姐、小雲，你看一下。哎呦，今日嘅擺盤，倆絲瓜係正經嘅絲瓜。等一下，在盤斷過嘅全部都在吃咯，你那個梅花。佢嘅盤其實是要絲瓜田啦。係絲瓜田。啊。還有咧，好豆瓣醬，還有。我來問一下吼，因為做該餡料啊，那個筍絲哈筍絲哦，還是會不會太粗，還是太？唔會，其實來點下嘅扁些很好食啊，它小小的，等一下它突出去。唔會，其實你該切絲嘅，大概對半切，哦要對半切過咧。哦，還會打亂哦。打得亂。好，大家來。大家有嗎？問題做得滿哦。還有調味料就用到胡椒粉，還有乜嘅？用啲湯，同嗰啲要用嘅調油膏咧，喂，調油膏就用啲湯。這是胡椒鹽嗎？是就胡椒丁，所以唔是染哈，染唔是哈。唔是，因為嗰辣豆瓣撈嘅調油膏很有鹹咧。好，然後應該你是做得來攪攪嘅。好，安樣唔會沖水哦，唔會。呢啲係用卵咩用水，所以第一泡下嘢先機會好有嘅撈好黏會黏起來，好水分好多樣嘢。好，等下嗰啲是做咧開始來爆咧。呢啲係好邊線嘅皮哈，嚟皮好硬穿嚟肉好。安太叻咯。係，應該講我樣嘢對質啦，冇辦法爆很多。好，嗰啲是用樣嘢。煎起來的時候咧，唔是水哦，像燒麥一樣，讓佢煎起來，像燒麥咁樣。不過餡料效果會嚼出來，我講地背有爆滿嘅東西，是讓佢。我媽媽爆扁食嘅時間，要加水嘅鹽水安用。其實咧，牛肉咧有水咧，要有水咧，所以唔是這個加水咧。哦，我就是讓佢捏一下，不然在輕嘅時候咧，跳的不然一啲啲嘢嚼出來，讓佢就看得到，讓佢會輕，讓佢這個專業亂中有序。小雲覺得怎麼樣？哎呦，因為是這樣嘅。你應該幸福個哈，絲瓜，哎呦。看你吃就覺得很欠揍的。我做什麼都欠揍。對。
先爆伊咧，叫做好吃啊。係用要先爆豆腐下要先爆伊咧，記得冰到冷凍啦。冰咗啲就會。大家一聽到後生拍照嘅時間，食到破嘅馄饨皮都當後生，對。我師傅，因為你開口哈，有流那個肉出來哈，等一下它會不會火山爆發噴出來？唔會。一下就好了，現在大概才過1分鐘而已咯。咱像 Q 一樣嘅，一團一團一樣嘅。你這樣一直攪不會破掉嗎？唔會。有皮，皮薄的呢。這樣子定型好像花枝丸哦。係啊。像貢丸。哎，這看起來真勁懂上癮呢。好嘅東西啊，因為是咧講愛感覺凍油膩嘛，所以我哋今日配掉啦。水果啊，把它嗆出來，好，同樣給你醬色的，風色的是西瓜，好，嗆色有小黃瓜，還有我哋嘅鳳梨，好，等下我哋配點我哋破好啲變性，控下來是。所以你要投料理的時候按到紅綠燈係嗎？紅綠的。哦，好棒哦！好漂亮。哎呀，嘿，半夜半嘎哈。哇！真的紅綠燈，完全的紅綠燈。哎呀，可是過年敢冇西瓜，溫個鳳梨還有嘛個？鳳梨沒做的啊，配嘞，對，都可以。水果沒。會有放加水果，像我就會放酪梨。酪梨比較不好吃。我是切個哈密瓜沒好睇，這樣沒做的。哇！假使摸下又拧下哈，有客人來到家裡，哎呦，做啲是點心咪做啲是水果，用下些，你是準備兩套，這樣意思，對對。太厲害，掉起來本太可以嗨。已經夠厲哇哦，阿娘就好勢了。哇！等下吃料理呢，哎，真嘅，喺泰家做好起來，會覺得你的料理技術馬上就進步很多。進步哦。好，先來出題目一下。好，煮嘅健順嘅時節哈，用半斤為好姜鹽味啊。A 係先不用冷凍過，好 B 係用鴨秋個先凍凍嘅。先猜拳。慢吧，猜拳，準備好了。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哦。A 行係 B， 因為竹筍到冷凍後煮出來竹筍口感唔好食。哦。我的，所以我選 B 哈。那等先 B。小雨，好，我就選 B。我覺得是 A。算係東南地咯，自家就自家嘅。對，剛才其實都唔是猜拳嘅。自家選手咧。所以答案係嘛嘅咧？嚟公布答案，答案係 B。因為健順你個纖維哈好硬啊，好冇按為個主要梅頭，所以用鴨肉嗰啲凍凍嘅好夾為鹽梅啦。謝謝老師。好吧，可是你們那麼多哎，工作人員也很多。你們這樣子，對啊，你們這樣子吃太多了吧？唔係看機表，壓力不機表。用多哎吧，對不對？唔係啦，現選，假使僅僅好選分享，假使唔好選，我們自家選。哦，你剛沒分享你就得罪人，對，自己得罪人。先來選款，先來選款。好嚟嚟，先起來，來，一個切開過來。哇，完全打開來咧，打開。香。小雲覺得怎麼樣？香酥脆。偏酥，而且汁鎖在裡面，米肉水收到底度去。哎呦，因為是甜嘅，熱天嘅幸福個哈，西瓜，哎呦，看你吃就覺得很欠揍的。我做什麼都欠揍。對，又好學的哈。還有人愛講識解劍嘛？
不用了哈，不用了，因为等一下要比赛啦，梦散的，这样才能好好比赛。这个我们帮你处理。好了，大家还有好多会发转到不卡吃周坤啊，看起来评价很高。转到不卡吃周哎，哦，吃周坤啊。好，刚刚一毕业，让他水了金行最杯面一罐喽。爱黑太祖谱，用吹波用接力嘅方式，运用客家特色色彩，完成总谱实天爱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吹咁嘅演繹睇見種嘅殺卵盤盤模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哇，最每一罐咧，家下係1-1哈。冇唔錯。等下打開來嘅食材吼，其實係對主持人吼最熟悉的哦。為到我顧嘅口練吼，顧喉嚨，所以會時常會食到嘅東西。等下打開來，大家猜一下，因為有啲人可能吼冇買看過哦。好，等下打開來咯。哦，又係乜嘅？酸甘茶，酸甘茶，酸甘茶，看酸甘茶，酸甘茶，酸甘茶，这真的是客家人嘅国宝了，客家宝，因為也只經過9賽嘛，哈。但像呢做，我有一擺做節目嘅時間，天做到3更半夜，係忙做好，因為佢要當場嘅嘗試啦。係錯。我今日會用料會做乜嘅料理咧？茶香雞哦，做茶香雞用煲湯，也係講用炒嘅嘛？用炒嘅，用炒嘅，咁用嚟做咧？你啊茶啊要煮好咧，係炒安布做煎雞髀。哇！煎咩安布？煎好過後呢，雞髀拿來切好。雞髀拿來切，那切去骨嗎？出骨頭未做得，冇出骨頭未做得。哦，咱嚟炒三杯用誒，啊唔過唔係炒三杯哦。你唔係炒三杯，做炝炒天天嗱，雞髀炝炒。好，現在出題目。那現在出題目，做乜嘅酸甘茶雜進來，平壤來呢，怎來做酸甘茶 ？A. 吃鹽必發，B. 果皮不易破裂。你係肉潤節咯。好來。哦，加油！做唔得，叫下出咯，嗬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哇！你打敗了何方人？你打敗了，對，來睇看呐。我意思係應該係 B 的，因為佢肉呢哈，果皮它唔會，它有韌性呐，韌性它唔會裂掉。你沒安用上嗎？嘿，哎呦，那年小雨呢？小雨，我也是認為這樣。我也是這樣認為。答對了啦！答案係答案係 B 哦，真的是 B 哦，真嘅係 B 哦。做乜嘅會 B 呢？就家姐姐有講，佢講雜進來表面軟係有韌性，韌性佢就唔會裂開。哎呀，拍謝啦！我們等一下做的優雅嘅廚師幫我，叫聲沒有3聲沒有，可能用到那道嘢切搞了給聽哦。好來，水雷金行比賽嘍！你們覺得要去骨嗎？我覺得要去骨。要去骨的話，我們要不要現在就先用廚師幫我？對。你們覺得呢？對，可以嗎？可以啊。好，那借我那個牌子一下，然後你幫我講一下老太太，你看，廚師幫我3聲沒有。等一下，等我們站好，等我們把雞筆拿好哦。好。你可以試一試先用你係廚師幫我。對。哎。開始。這個3聲沒有，你乜該發都唔會講。唔會啦。對。你雞髀拿到煮啲按嚟睇伊骨頭出睇佢。好殺哦！過了10秒嗎？好 ，OK。這樣子。因為小雨姐唔會做麼？唔會吼。係啊。這樣子。哎呦，快點。可以了。要这样切太多会，切太多就1塊就1小塊就好了，你就不用太多，有1分的量。切太多後哎，切太多後。所以接着我還有嗎？我接着1分半嗎？做得快是嘛吼？好，切掉就好了。好，順條來個切太煮好嘞。好，這個我知道，徐師傅有講來講，我按鈕，對不對？對，可以嗎？斷筋一下。對。我有做錯嗎？沒有。這個踢100周。好，這個丟給等一下張老弟。這不用再加鹽巴。這不用。哎，你唔是。好。
不用直接挑有没做的。哦，该到先切到动台上。OK， 好，你看。厉害哦，喊来啦，喊来。何大哥，他需要听中文。刀剑，不是，你这个倒进来。等一下，那个变太白粉水啦。对，好了，太多了。加调味料，4点好了，你猜了。那我们要过去了。好。调味就蛮便宜吗？调味啊，没有啦，已经说要过来了，还问调味。冰柱街街下用30秒做嘛嘅？我冇人講秘密。去骨係嗎？不過。你等一下我想看哦，等一下嘅90秒用到哪一邊？你現在用完是嗎？哎，100次的用它，100次的用它，90秒100。那90秒就記住它這個料理就夠了。這很你凍夾啊！好，等機啊，等機係啦。好，馬上係聽嘅。好，廚師幫我，是嗎？嘿，一定要用廚師幫我嗎？等下，你切頭來。等下，因為而家90秒吼做唔得聽哦。係啊。所以等一下去骨完了之後，佢會幫廚師做嘛嘅有上過哦吼。好，我用你吼，用你吼。用60秒。用嘅廚師幫，我用到底。90秒哈。90秒繼續開始。咪讓人家快死咧，你掹那都給比咧。看一下哦。將個凍旺先切過去嘛，照那個骨頭的紋路。對，骨頭的紋路。我講骨頭係。你睇下骨頭出來。你們90秒好好用哦。係啊。我覺得劉師傅對壓倒鼻也很輕鬆的感覺。對，剛剛那邊真的有一點困。哦，所以你僅僅鬧個對，一開始就用去骨。對，去骨去掉就比較好那個處理的。壓咪滴滴了。我想請問一下，那個你嘅滷甲下煮掉嘅湯，泡嘅茶米茶應該要不用挑油嗎？冇，不用挑油哦，你要煮茶米茶點點，你要提火，要先見好長的切，好，先見好長的切哈，好，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好。第7分，你係聽嘅係嗎？好，你下半途做得嗎？等那半。他可以切東西嗎？冇咧啊。哎，你哋還做得做哦吼。我現在都切好了嘛。全切好了。切好了。該不用一滴滴水落去。偏離分線。沒，這個我要先這邊煮。嘿，對。那個是什麼？沒，這是什麼？茶汁。留一點哦，要留一點拌那個太白粉。不能用這個拌嗎？不要。那會老，等下會扭啊。哦。應該生嘅見有浸過嘅米咧，怎麼開這種開嘛？扭。好，我們要過去嘍。哇！好，一道味道見蓋比呢。哦，我學嘅識。水凍醬哦。因為大家第一次的時間，我們小雨姐呢給剪了給比等候，所以等一下應該這個基比應該也是可以處理得很好。茶頭拿得住嗎？正哦嗬，全部倒得啦，全部倒得啦，一半嗬，留一點點啊，留一點點做得見，加啲，喊來，何大哥，他需要聽中文，還要一點點，再多一點，我聽小雨的話。好了，再加，可以了啦，差不多，就行。一望就看到你講正經嘅哦，還會教。沒有，這個挺就有創意了。對，那個倒進，不是，你這個倒進來。等一下，那個變太白粉水啦。對，好了，太多了。然後要用筷子攪。等下長高，莫了，莫高。你係做咩㗎？莫高。 8、7、6、5、4、還不要加2、1，時間到，完音。小雨姐。這個你來幫忙，好，唔怕啦。不過我覺得大哥已經做很好了。片湯哦，要片湯，那個你要那個蒜頭可以丟進去這裡。蒜頭沒做得漂亮。可是邊在這邊呐，它那個餘溫呐，用那個餘溫呐。對，那就夠了，那些蒜頭就夠了，這個就夠了。哦，你這樣切蒜片。沒關係，大姐照你的方式煮。對，它大概邏輯就是這樣。等下你碰一下牛粥，我們先過去了哈。但是最後要注意，這個不是咖啡哦哈。是拿鐵。哎呦，馬莎醬啱好嘅哦。
切蜡烛后。键盘手，啊，键盘手啊。那没关系，那个煮还没熟。对，它还要再稍微弄。对啊，这样比较 Q。好，安尼做的。可以再加一点。加一点。哦，该便宜分妹做在挑咯。哦，没，蒜头，炒蒜头。还让你快放。哈，给香的，给香的，给做的辣辣的。这个比较得从上面的哈，我这个下去。哦，等下欣赏，还有嘛个会提点一下的。冇嚟就安尼调味里面，去这个做得加调味料，我四件好来唔差咯。那我们要过去哦。好。调味你买建议吗？调味啊，没有啦，已经说要过来了，还问调味。因为刘师傅很搞刚哦，他昨天晚上泡1个晚上。对。伊本来可能有点像做了，可能像糖醋鸡丁一样，咁冰下鱼又再酱加下鱼勾芡啊，冰加甜椒下鱼，没做的。你会想要做什么？因为它茶香鸡没有说要做嘛该 Q 面啊。哎，冇爱冇鬼天哦。对，所以茶香鸡哦。哎呦，茶有空间啊。哎，你看有空间和分离都是香啊。好，交给你了哈。你要装电哦。干肉可以啊，没摸熟哦。你有冇说过？再关掉。你有冇说过？哎。好，等一下上来哦。哇，你都没挑个咖啡哦。勾芡来。哎，给他摆盘也有创意哦。哎呦。好了。你有没有闻到那个香？有，真给。哇。还有茶会哦。我们赶快过去哦。好。好，你整理一下盘子。你看我们的摆盘也很漂亮，对，好香哦！你还可以茶香已经冻了，有做出来耶。好，我倒数了哦。好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大家出来试试看啊，哪一家长系你的太重谱嘞？必须说一下，这个茶香鸡呢，含芒色的米头，加下这个雪玲师傅家爸爸做的这个九蒸九菜做出来，30年不30年的这个酸甘茶真的好香哦！谢谢刘爸爸，真的。给东宝比诶，现在要买到那么久的已经很少了，所以大家出差吼。怎么评来评去都是评他爸爸的味道，压力很大，要有爸爸的味道哦。对。那天哈，刘师傅还蛮出色的哈。系啦，挺好黑哦。28岁嘛。系咩？好，家家都是看风水的哦。好来。我觉得这道菜不好做，因为呢，你要调米，不过呢，给他茶香米又做不得不甜的，他真的那个抓的那个比例蛮难的。好吃，还敢吃到嘞？我在按做過嘅，見到係有下暗嫩哈，但沒有鹽個問題係有鹽個。發酵茶基本上有發酵，可能也會讓雞肉更 Q 彈。我在想。真正感謝劉師傅誒，因為為了係比賽啊。其實吼，照比賽來講吼，這個雞肉不會那麼入味。如果真正凍感謝你千年按不吼，是先滷過咧。係，真正凍好食。家家都是看爛嘴的哦吼。來，比較入味。來嘟嘟好，兩樣就用的食材，用它的比較的時間，這種調味啊，真的就變關鍵了。就像盧師傅講的，米頭調味的部分，調味啊。可是2家有不一樣的特色。真給黑暗牛，我們比較走的是清雅，你們走的是熱情的口味。我覺得啊哈，那何方人大哥，你吃豆嘞？我覺得他們蒜頭切細來哈，那個蒜味有入味，比較好吃。哎呦，竹笋炒肉絲來一盤。大概做比較好吃哎。我看到小玉姐嘅表情，你要，我要講老實話。好，今早嘅時間到誒，家下呢一畢業，三下來點出茶香雞鐵白粥，來看一下師傅中意那片的米頭哦。提前呢先唱劉師傅搶本分數。耶！大哥來，劉師傅搶本分數。恭喜！讓你！哇，謝謝你，什
有没讲了？哦，哎，做嘛改嘞？我替何方人大哥紧张了。哇，传统播还危险要包的哦。3000块给小雨。做嘛改嘞？我人讲，个切的鸡肉安尼切人炒啊，哈西。哦。你等下调味行业边，因为个茶香，它有它的茶香嘛。啊，你鸡肉切中太地一滴的啦。哦。你切中太地面丝，你整个下好。其实哦，我讲，个平常系清梅头的问题，但是应该讲，遐两片是政策度个勾芡的问题。可能个勾芡又好那一滴滴，其实嘟嘟好做得吼，又到钙又春又个系上样嘅，好就刚好附着在你遐本人冇用按倒啊。好是政策度个上冇按尿，所以个梅头冇按冲那样嘅啦。对，是政策度了到。今日比赛呢，蓝水得到3分，红水得到1分，恭喜今日蓝水得到，恭喜！加财金3000块本意，恭喜！好的，我们也数你们组称哈，来，健康蒸煮烧烤锅。哇！谢谢。左得煎，左得煮，左得烧，左得烤。我跟你说，俩就会比你准批哎。接下来你要不卡在周哈全部笨呢哈，全部给他煮，不然你去考叫邓生翻。哦，好。OK，坐等会。OK， 他全开了，谢谢。好啦，今日其实动饭题啦，用表姐妹吼，提出摆落一道节目吼，哎呦，大挑命吼，参加的心得系嘛解？你看，我今日是学到两道料理吼，我平常唔识咁样做，只上个酸甘茶系用你买用当茶食嚟。系啊，系。恭喜！好的，好了，堂课那小雨姐要不要参加新的老太家分享一下？哦，老公，以后哈，个菜吼要较含着的，因为我卡唔识翻，唔识翻啊，所以我个菜吼全部是煮的是安尼，一份一份的安尼食，所以做嘛我煮到安淡，这个也是一个原因。他害。对，他害，要包3000块给我。你真的要哦？会做到吗？这样婚姻才能继续。很养宠哦，润滑剂，人家恩爱夫妻耶。好啦，真给你都节目当中，真给开启了很多人做菜的那料理魂哦，而且呢，用公婆可以角色互换一下。对啊。那派就问，肉都做好了，煮出来。我会煮泡面，你至少要煮这个茶香鸡吧。好啦，真嘅同感謝兩嘴腔下來到節目當中來比賽。哎呀，所以有假時吼，你摸下身體哦，有嘛個家政班，有很厲害的兩姊妹哦。假時吼，你摸下吼，你老公吼是去看電視，聽到全摸煮菜吼，全做對來報名參加啦。誒，冇錯哦，不讓太氣架腔下來報名哦，依家資助等你唱戲下禮拜再見咯。拜拜，再會。